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4年9月初5，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以赛亚书30章27节到33节，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审判。基督徒咧面对将来、面对末日、期待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时阵，其实就是咧面对上帝的审判。不过牧师较爱用判断来讲这项事。之前咱捌甲兄弟分享过，这个英语的 judge 也是讲原文翻译做法官、判断者、裁判，或者是比赛的评审等等的。所以咱基督徒应该更较用较宽的眼光来思考这个 judge 这个教导。当然，上帝会照着人的生活来判断，并且予人一定的赏赐或者是处罚。无论对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。以赛亚书30章27节到33节记载上帝审判亚述的代志。圣经来讲，你看上主本身对真远的所在来，伊会受气，亲像猛烈的火跌倒，亲像密密的烟呛悬，伊的喙唇充满愤怒，伊的嘴亲像在吞灭的火，伊的喙亲像长甲颔滚的溪水。伊要用毁灭的台来杀列国，用马甲姜斗因的喙，甲因拖去死亡的地。毋顾恁上帝的子民要唱歌，亲像这个节期的暗暝的庆祝，心内欢喜，分品来上上主的山。上到以色列的石盘遐，上主要予人听到伊威严的声，予人看到伊刑罚的手骨，有极大的受气，吞灭的火焰，有几雷，有暴风，甲亲像石头的冰雹。亚述人会因为上主的声来惊吓，因为伊会用管仔拍因。上主每一遍用刑罚管仔来讲因，伊的子民拢会弹琴拍鼓配合。伫征战的时，伊会出手甲因交战。多菲德已经为着亚述王准备好势，迄所在会火窟搁深搁阔。内面有火甲真济的木材，上主的气亲像在烧的硫磺，要甲这个树拿木材点倒，就亲像上帝当这时处罚埃及人同款，或者是讲上帝互这个选择倚靠偶像的埃及人去面对所选择的结局。是上帝审判人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咱就爱谨慎家己的言行，免得受到判断。保罗在写予罗马教会的批信，伫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提到着讲，所以你这个批判人的，无论你是甚物人，拢袂当推责任。你批判别人是在批判家己，因为你批判别人做的代志，家己嘛逐项拢去做。咱知做这款代志的人，上帝会照事实甲因审判。你这个人，你判断别人做这的代志，家己嘛去做同款的代志。你想讲你会当闪避上帝的审判是无？还是讲你看轻上帝极大的仁慈、宽容甲吞忍？
你竟毋知伊的仁慈是要带你悔改，你硬心毋悔改，是伫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受气。这个受气会伫伊公义审判迄日来显明。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甲因报应，遐会坚持做好事、追求荣光尊贵，甲袂败害的性命的人，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。遐会自私无尊趁真理去趁不义的人，上帝的受气甲刑罚会临到因。所有做歹的人会受到患难困苦，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外邦人。不过，所有做好的人会得到荣光、尊贵甲平安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外邦人，因为上帝无偏待人。咱的心态柔软啦吼，温柔，毋通公义，因为上帝会将来的赏赐赐福，心内仁慈，有宽容，有忍耐的人，毋通轻视这个上帝的特质。上帝上无介意的人，迄种的特质就是足爱共论断批判的人。保罗讲，这种的人是袂通受原谅的。诗篇146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我一生要称赞上主。我活的日，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。毋通倚靠君王，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袂当帮赞，因一个断开就归途。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。靠雅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的万物。伊永远信实，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，伊赐食物互妖恶的人。上主解放受关押的人，上主会互盲人会看到。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。上主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，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。上主会永远做王，是安那？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主帮助阮，诚做追求上帝特质的军队者。阮莫诚做迄个批评人的人，互阮的心柔软，诚做有福的人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